后来，中国的解放军宣布，伫台湾的周边进行着军事演习，而且来威慑着禁航区。有渔民讲，真正会惊，但是为着生活趁食，也是爱来出海。另外，澎湖受渔民掠鱼掠到一半，接到消息，赶紧回港。交通部长陈世凯讲，盘点着演习的范围甲危险的区域，研究着替换的航路甲流量管理的措施，希望甲影响降到上低。将一箱一箱新鲜的白带鱼搬上花，不过明仔载敢可会当继续出海掠鱼险，无人知。因为中国解放军今仔日透早宣布，会对台湾实施飞弹军演，让渔民出海作业受到大影响。会怕，但是为了生活还是要出去呀。中国东部战区将在明日12月30号洞八洞洞到18洞洞，在台湾周边开展一系列的联合军事行动。就惊掠鱼的所在是军演的区域，渔会赶紧广播提醒。另外一边，澎湖的船只鱼也掠到一半，马上赶回港。我若无去经验的，还有这样的好啊。避免冲突，我们现在请这些在这个海域抓土托鱼的渔船赶快作业收网。渔港地区加严戒备，桃园机场是讲暂时无航班受到军演的影响。不过今仔日透早，台海 M503航线已经无任何国际航班飞过。航空界人士是讲，可能是原本应该飞伫咧 M503的航班，已经转入中国大陆天顶咧飞，闪开台海航线，显示中国内部已经发布禁航的通知。颠倒是让台敢是共军空警500预警机，拍开信号出现伫咧台海北部和南部空域。对于他们这样蛮横无理的作为，我们要表达非常强烈的抗议，跟谴责。航空跟航海的流量的这个管理，我们也正在盘点当中，那这个部分我们的因应措施都在准备。照过去共军为台湾军演的经验，船呐、飞龙机拢会闪开演习的区域。交通部继续研究替代航路，袂让航空航运受到军演的影响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